下下文顯明老人家菜乃文松菜賢，楊梅白公講行人，國小教師，行義新傳師，本樣田係用行義試驗強 TTX 合成，係講有中醫，請多多分享。我姑從今年90咧，我婆手機也一個細龍天天，我婆叫我記阿個妹嘅，唔過細細嘅就送鐵，就青春也個妹嘅，有樣係我公我婆嘅心肝命胎。老頭擺嘅細妹人，總係愛嫁人，真唔會本隔壁鄰舍有按到乜嘅話事嘅好講。我姑七後生八後生就嫁本我姑從，生養兩對子女，兩傻窮心實忙打拼，使各成家立業，有7家嘅家庭。到今阿太就做起阿面咧，兩老嘅公不離婆，親不離徒，感情當好。也2年，我姑從大暗部唔睡木2樓行啊上行啊下，還騎定拐棍的緊行緊靠壁，屋下人驚佢跌倒，後也會停上停下。一到兩隔壁嘅人，咩本佢吵到無吉無實，睡唔落覺，一暗部總愛滅佢下出。七到臨天光，張卡點心，無就7做8做，佢啲點停下。對愛去上班也係過路嘅人，太馬古上衝定其成人世界嘅歌嘅，尤其係日本高頭太郎，衝到東藏板，就算無人同佢搭數，伊也衝到歡喜樂天。有幾阿伯，我姑從大早就7家大門出去，唔知出去已久咧，我姑早就做好。張上愛到本其實3日內尋無人，夾出去尋歸路嘅門有人看到無？未拜託李總並送聽尋人，係有看到拜託官緊通知李總，係這個無尋到就愛去報警察咧。大幫有警察聽數，張尋轉來，後面警察咧係建議巡查。有看到佢就會停定同佢再轉屋，限交大屋卡人愛種行道嘅，驚他出去我背危險。我姑本我姑從滅到起草唔得，我姑從啲屋下愛人1工人種定，電到我姑沙本佢辦到，做一項乜嘅就踏數踏腳，2公婆感情安好。我姑咩唔盼得同我姑從送去養老院，養佢13年，按故事看唔到屋下人按才過，也實在也難為我姑咧。就按樣，隔壁鄰舍近來見到人會從某他道上，我姑從未接上坐定唔使錢，又威風凜凜咩嘅警察車轉來。小不猜言係小，看到我姑從平安轉到屋下，我姑同來嘅心口閃閃，又未開容笑面。聽定個鄰社會嘅來到，特責家庭都會遇到也問題。老人家菜乃老人家菜乃，也問題萬人知得。神夢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。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